即摆的诈骗集团，毋是骗钱尔，嘛会讲骗厝、骗土地。专门咧讲骗厝、骗土地的人，就叫做地面师。来看台湾第一件地面师的诈骗案，这个嫌犯甲律师、甲地政师来交结，办理着假的继承，骗出已经过身的独居老人的遗产。这不法的数值是高达1亿4千万。地检署起诉44个人。破案的关键人物就是第一线基层的公务员，因为发现无对等，主动甲检警来告发，才甲幕后的犯罪集团甲找出来。台北市的地政局嘛邀请到幕后的功臣、军人实师来拍影片来宣导反诈骗。犯罪集团基于老人的遗产，伙同里长、律师、警察、书记官，还有户政人员。全国首件台版地面师的诈骗案，交给律师、地政师办假继承，3年不法所得到1亿4千万。今嘛破案，幕后功臣做回去破案实录来宣导反诈。但是我心里知道，你们这个应该是有不法的事情在。毕竟是在挡人家财路，当然还是会觉得会害怕。恢复真人真事，片中的主角基层公务员就是破案的关键人物，用家己的专业加上诱导的观察，让犯罪集团无地位。可疑的案件，他们的关系人都是重复出现的。然后案件的类型也相当的特别，所以我们会诊之后才会向检警告发。为细项的线索一路查，找出地面师的诈骗案。地政局的基层人员提出线索，第一时间汇报告发假伪造的诈骗。这继承人在天涯海角，所以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去美国啊，去日本啊，甚至有的继承人他在流浪。甲一般案件无同，被害人主动报案，这个受害者大部分是过往的独居老人，事实会使讲是唔知影，增加办案的困难。不过检察官嘛感谢这个破案的机遇。案件遇到瓶颈的时候，我突然灵光一闪，我想说，我2年前搜索过他那个手机里面就有第一个案件里面完整的证据。北检去年11月正式起诉44个人假伪造的诈骗案，让社会着惊。地政局嘛加强宣导反诈意识，呼吁民众办理地籍移动即时通。若是不动产房抵押也是转移，第一时间就会当收到通知。嘛提醒民众加关心时大人，卖互诈骗集团有机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